第15集，願你如蓮不染，心開花自香。星期日，讓心靜落嚟，聽聽佛說嘅智慧。蓮花出於泥而不染，香遠益清。蓮花係佛教中清淨與覺悟嘅象徵，佢生於污泥，卻不染塵埃；開於水面，卻自帶芬芳。佛陀常以蓮花比喻修行者喺世間生活，但不為世間所污染。不染，內在嘅力量。環境或許無法改變，但你可以選擇不被環境左右。喺誘惑、競爭與煩惱交織嘅世界裏面，保持清淨並非逃避，而係堅守初心。如蓮不染係一種深層嘅自持。願你身處紅塵，心如白蓮，自香靜默嘅光。蓮花唔需張揚，卻自然散發芬芳。你亦都不必刻意證明自己，只要活出真誠、慈悲與智慧，光明自會流露。真正嘅修行者係以靜默之姿影響世界。願你不爭不搶，只以心香自成風景。修蓮心嘅方法，面對誘惑或者批評時，提醒自己，我選擇不染。練習慈悲與寬容，不因環境而改變本性。以自香為準則，不炫耀，不比較，不執着。每一次不染，都係一次清淨嘅修行；每一次靜靜綻放，都係一次心靈嘅開花。本周佛說金句：心如蓮花，開於污泥；人如修者，靜中見香。願你如蓮不染，心開花自香。願你喺世間中活出清淨與光明。下星期再見，多謝收睇。